我係燃動音樂嘅 Tony Sir， 亦都即係音樂牧人。萬能 chord 精讀班，一個3堂嘅課程，喺裏面我會環繞3樣司琴實戰嘅迷思，提出針對性嘅技巧建議同埋練習，希望唔同程度嘅司琴都可以揾到進步嘅方向。係我接近30年嘅自學實戰，加埋喺教會裏面嘅教學、全職敬拜侍奉整合嘅心得。2021年呢個課程正式命名為萬能 chord。2024年我將教學筆記同埋內容、基礎嘅部分、進階嘅精華內容整合做自學教材，已經前後推出咗超過10套。2025年歌書 2.0 嘅出版，係我將自己60首原創同埋譯作，連同推介各個單位團隊嘅歌，合共超過200首，推動教會建立敬拜曲目資源。有別於傳統嘅歌書，今次我所整合嘅係和弦譜，係現代敬拜伴奏要點樣彈好 chord 嘅練習材料。大家可以留意下有關精讀班同埋歌書 2.0 嘅最新安排同埋優惠。我喺設計上嘅少少心思，我最想嘅係敬拜侍奉學習，我可以按住實際嘅需要入手，燃動起行。我係燃動音樂嘅 Tony Sir， 亦都即係音樂牧人，希望為你嘅敬拜侍奉加油同埋打氣。